歡迎收睇我個 channel，我係 Eagle Bus。今日呢，我嚟教你哋點樣調校陽光群島嘅特別牌啦。首先你要撳自由駕駛啦，然後生成一部巴士。第一個呢就係 D 嘅就係日期。第二個呢就係 M2 就係訓練巴士。第三個係 M3 嘅特別牌就係員工接送車。到咗第四個啦，第四個就係 D1 呢就係回廠嘅中文啦。第五個就係 D2 係回廠嘅日文，但係佢只能係 REBC 使用。第六個呢就係 T1 嘅特別牌就係試車嘅中文。第七個係 T2 只能係 REBC 使用，係試車嘅日文。第八個係 SH 係車長招聘日。第九個就係 MTS 係地鐵免費接駁巴士。第十個係 REC 係穿梭巴士。第11個係 LMK 係良民機。呢一集就到呢度完啦，下一集我哋仲會介紹 CSB 嘅特別牌，咁就到呢度啦，拜拜。